情时可曾在眼上桃花？一江水多少年华？任风雨吹向我，笑谈间宁天下。论清浊与对错，耳畔声喧哗。让明争与暗涌，明尘烟之下，生死别无话，谁人应呀？今古梦一刹，众里寻他。乱世有我为红尘，为一人天涯戏马。繁华过眼，凭时光过沉沦，不改牵挂。天命皆雄家，一粒为沙。拂袖天下闲愁，看落花。小报，北地劲粮相抗，兵锋正酣，梁军首战出师不利。来看看吧，来份小报吧。慢点啊！谢秦老题字，多谢秦老，多谢秦公。到这儿就行了吧？还是景儿姑娘面子大，能请来秦老题的字。谁让秦老格外体恤江陵小商家呢？也是他二人勤勉的结果。明日我逐季锦儿店开张，到时候我就把秦老的字挂在那儿，一定客似云来，鸿运当头。哎，你们怎么搞的？这不是一套桌椅，你们看不看呢？是吗？这是楼上雅间的。景儿姑娘这老板能做到亲力亲为，是好的开始。是啊，景儿可上心了。二位先坐，我去帮帮他。好。秦老，请坐。待立恒此番抵达临安，老夫也要启程回京了。大武真要动兵了。立恒可愿随老夫回京做一番事业？您严明治下，我散漫随性，可不敢跟您混。托辞。那人便是宁立恒。宏远以为，此人可否入府，做我孙辈佩儿与军武的师傅呢？老朽听过这宁立恒的诗文，赈灾之才。可正如所见，他志短才疏，让他教习驸马爷的宝贝孙儿，恐误人子弟。啊，是吗？明公瑾。秦老稍后，我去就来。你随意。宏源啊，看来你对他不甚了解，稍后可与他当面交流一番。哎，宁小友，康老来了，好久不见啊，康老。
这位是？哈哈，这是我府中夫子，大儒张瑞、张宏元。哦，张老夫子，学生有礼。哎，免礼。哎呀，小友可真是大忙人呐！老夫3请5邀都不得一见呐。康老就别揶揄在下了。你也知道，秦老要重掌兵部，我想在他回京之前，把这个赶制出来。哦，又是什么新奇宝贝啊？这是吐火枪。略作改良。哦，立恒是想将这吐火枪送与秦公，置于军中。正是。奇技淫巧，有害无益。明公恕老朽直言，此物射程短，准头差，击发繁琐，还易炸膛。至于军中，未伤敌先伤己，实为不妥。人徒有其表，枪徒有其响，不可用也。立恒啊，张老夫子所说，你若觉得不妥，也可以论道一番嘛，是吧？哦，那倒不必，毕竟我也未经事实论证嘛。那也不影响你们论道啊，是吧？打扰一下。何事？二位稍坐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哎呀，你这半天不出来，秦老都要走了。嗨，遇到个抬杠的大才子。切，你们这群文人，就爱嘴上争个高低。哎，屏风不能那么搬，会压坏的。行。真是的，哪都不让人省心。这些小工都是哪儿来的？未赶开业，临时招来的呗。哦，临时工。哎，你赶紧去忙吧，我马上下去。你快点啊！你确定是他？不会错，门外10几个弟兄都等着呢。宋谦，我们走。他走了，准备抄家伙。立恒，刚才张老夫子所言，并非有意针对你。我知道，我明白。身为小辈，竟如此无礼，老朽以为此人杠于，不可入府。啊，是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这，你看他。二老无慌，待着别动，别出声，更别出门。哦，哎，宁小友，到底怎么了呀？希望是我猜错了。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又碰到什么了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！看来我没猜错。他娘的！连发。护送秦老离开。都躲起来！我的天！姐儿快走！秦老贼，拿命来！枪快还是我的？枪快！下那个拿枪的！
景儿，景儿别评论。景儿，我的爹，景儿，云竹姐，爹毁了。只要人没事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恒源，你没事吧？雏凤轻于老凤声，事事胜于雄辩音。此事因老夫而起，损失由老夫承担。秦哥，这可不是我们大武的东西呀。这是良人独有的武器——刺额锥。这良人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，竟然行刺国之重臣。连发突火枪，小友这火器改得好啊！待老夫回朝，便将图纸交由工部改造。您老看得上就行。此事一出，良人也会传我大武火器凶猛。弱国无外交，只要人肯奋发，抓住喘息机会，武朝就有救。如今晋军长驱直入，两国已失去多座城池，回军收复宁朔十州，正是时候。莫非连晋抗梁，驱虎吞狼，是秦老您定的计？不算定计，是走投无路的结果。官家有意收回宁朔十州，8年前的黑水驿站，老夫亲往前线督战，前方战事不利，后援又有主和派掣肘，老夫星夜回朝，但求官家稳定军心，却成了议和使臣。新定和书，岁必翻倍，官兵志士哗然。主战主和两派党争愈烈，为保朝政稳定，唯有老夫扛下一切战和两失的骂名，挂冠而去。当初晋人势力尚弱，还不是联合的时候。如今时局已变，也终于到了洗雪前耻之日了。唯有收复宁朔十州，重拾北方天然屏障，不管晋人梁人，才不会小觑我大武，以战之战。愿您能实现毕生之志，收复神州。原来那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啊！我也是那日才知道，秦老看似云淡风轻，却背负深多。那竹记未来怎么办？还没开张，出了命案，如何解释？我让府尹登了邸报，上说梁人气焰嚣张，欺我中原无人，竟在江陵行刺。我武朝百姓群起攻之，英勇无比，汇聚竹记饭庄，将其一举击杀。姑爷好，厉害。夫君以后还是不要习武，出了这种事，真是担心。纯是一时兴起，以后会有分寸的。好了，旁的事
不要想了，这次去了临安，会多陪你的。好甜啊！天师这边请，楼掌印已在后者。天师远道而来，未能远迎，还请见谅。之前都是娄老板飞鸽传书于我，今日得见，标致得很呢。如今圣公得我娄家资助，13军一路奏凯，天师可还满意？按娄老板的谋划，包某的卦象从未失手。眼下武朝要动兵，这局该如何破呢？天师可听说日前在江陵10几个良人行刺秦嗣源之事？我做的。若是查到源头，定会坑了我们。这位兄弟就这等眼界？风起于清平之末，浪成于危澜之间。如今晋梁激战，梁人溃败，宁朔10州本是大武咽喉之地，却一直被梁人窃据。现下正是收复时机。有道理，但与我们何干呢？天师啊，梁人行刺大武秦相，不正好又烧上了一把火。朝廷势必要将兵力放在北征伐梁上，对圣公而言，岂不是更为有利？哦，娄老板，那我下一步一路北上，直取临安。我会让佛帅派几个帮手给你，听你调遣。使劲啊！把船尾固定住！一恒，雨太大了，回来吧。是啊，姑爷，你赶紧回来吧。我固定完这个就回。请问，你家船是要停在这里吗？是。
宁厉恒，你终于来了。唐明远，千灯明又灭，这流空望晚楼蝶，两情同月映欢雀。曾与你眉眼，看尽落花，饮清风雪。烟